平安，欢迎收听迦南之声，我是刘英年牧师。4月13日，鼻孔朝下的人。今天要读的经文在士师记9章36到49节。RPG 我们要祷告的金句记载在罗马书3章23到24节。因为人人都犯罪，亏欠了上帝的荣耀，然而上帝白白地赐恩典，借着基督耶稣救赎他们，使他们跟他有合宜的关系。俗话说鼻孔朝下没有一个好人，会做坏事的善事的人也是罪人。人是性善或是性恶呢？似乎众说纷纭。在基督教我们的信仰里怎么说呢？我们看到这几天的经文，亚比米勒他的这个事件做王以后，我们就是看到了许多的人性应该说不止亚比米勒，自从我们看了士师记之后，我们好像更对人性有更多的来了解。我们持续来看36节这样说，迦勒看到了，对希布勒说，你看，有人从山上下来了。希布勒回答，你看错了，你把山的阴影看作人。迦勒又说，你看，有人从山顶中间下来了，另有一队从占卜橡树那条路过来。希布勒对他说，你不是大吹大擂吗？你说过我们何必服侍亚比米勒，这些人就是你所轻蔑的，现在你出去迎战吧。于是迦勒率领4千人出去跟亚比米勒交战。亚比米勒追击迦勒，迦勒逃跑了，伤亡的人很多，甚至堆满到城门口。亚比米勒住在雅鲁玛，希布勒把迦勒和他兄弟都赶出世界，不准他们再住在那里。第二天，亚比米勒发现4千人计划移到郊外，他就把部下分成3队，埋伏在郊外。他一看见民众离开城里，就从埋伏的地方出来击杀他们。亚比米勒率领一队部下冲过去把守城门，另外2队冲到郊外，杀尽了郊外的民众。亚比米勒打了一整天仗，终于把城攻下，杀了城里的居民，拆毁了那城，并且撒盐在地上。在事件城堡里的首领听到这事，就躲进伊勒比利土庙的地穴里。有人把这事告诉亚比米勒，他就带部队到沙门山去。他拿一把斧头砍下一根大树枝，扛在肩上，也叫部下赶紧照着做。于是每人都砍下一根大树枝，跟着亚比米勒把树枝堆在地穴周围。他们放火烧地穴，4间城堡里的人都被杀死，男女约1000多人。哇，这段的经文看到人性真的是很残暴其实我们从这段经文的前面，其实我们已经看到人性。当我们很多的时候可能平常说大话，但真正遇到事情来的时候，我们或许会退却，我们或许会觉得或许我们可以改变心意，但我们的心有的时候就被那恶者占领了。好像我不继续的往前，我不执意坚定的这样子做下去不行，好像就有损我
的这个人格一样，好像从来没有想过这创造主他的心意是如何。我们看到迦勒其实他在跟亚比米勒的交战，其实他已经逃跑了，他伤亡很多啊。但我们看到亚比米勒他不是这样子就罢休哦，甚至于他还埋伏要来击杀他们。最惨的到45节，我们看到他把城攻下来之后，拆了那城，还撒盐在地上。那我们知道，这地上如果撒了盐，那这块地大概就已经报废，至少在短期之内。当然它的象征意义比实质意义更大，可能几年之后这个地还可以用，但是亚比米勒其实他就是要说，我是王，我说了算，我就是要把你们灭尽。接下来我们看到了更可怕哈，其实这些人他们其实是躲到他们所谓的他们的神明，要他们神明保护的这个庙的地穴里面，而我们看到那残忍啊，封住那地穴的口，烧尽烧死男女1000多人。其实在那时代是这样残暴，我们看到乌克兰跟俄罗斯他们的战争也是这样啊。我们看到人性真的是需要神的拯救，我们都亏缺了神的荣耀。唯有这位神，他知道若没有上帝的独生爱子为我们死，我们真的是死后的灵魂啊，那不灭的灵魂是没有地方去，而我们是没有永生盼望的。耶稣基督就是为了走上十字架而出生而活。这一周受难周，今天我们来到了，我们看到逾越节即将来到，耶稣再次对他的门徒说，你们知道过2天是逾越节，人子将要被交给人，钉在十字架上。那时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聚集在大祭司称为该亚法的院内，大家商议要用诡计拿住耶稣杀他。耶稣没有做什么事，只不过他们看他不顺眼，他觉得他不是他们的君王。还有昨天的经文，我们看到耶稣在圣殿的门口怎么样子来指责他们，把神的圣殿当作买卖的地方，以致他们就想用诡诈，想用诡计要拿住耶稣。只是他们说当节的日子不可，恐怕民间生乱。于是当下耶稣12个门徒里有一个叫做加略人犹大的去见祭司长说，我把他交给你们，你们愿意给我多少钱？犹大要卖耶稣，耶稣知道吗？我想我们都读过最后晚餐逾越节的宴席，耶稣其实知道，而且一再提醒犹大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。他们中间说，主啊，是我吗？耶稣其实很清楚地回答，那要卖的人又是犹大。可是犹大并没有回心转意，还问了说，拉比，是我吗？耶稣还回答说，你说的是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的主其实很清楚我们，只是我们自己执意要这么做，我们执意使坏呀。恳求主来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的生命
正面对那个混乱的时候，事情好像没有条理，我们就来想想耶稣在人生最后的经历，是可以带来给我们很大的安慰引导。我想我们大家都知道，应验牧师这2-3个月来，除了钟贤哥倒下来，我自己的身体也出了状况，但每每我想到耶稣替我受死，那最后的晚餐，我总能得到安慰跟盼望，让我定睛在耶稣，因为他为我死，使我可以得以活下来，心中就有十足的感谢。好不好？我们在生命中，我们来默想，很多的时候，我们人类总有很多的阴谋诡计，但神的计划永远会获胜吗？他爱的计划中有一个任务是对你我发出的吗？我们如何回应呢？我们一起来祷告。爱我们天父，谢谢你拯救我们，掌管我们的生命，特别是我们严重失控的时候，求你让我们能与这一位有万古以来有一个爱的计划的耶稣为中心，恳求圣灵帮助我们，信靠你，我们可以经历罪得赦免，我们天天活在你的爱的自由中，全心全意爱你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应验牧师祝福您，我们今天可以活出主的爱，我们明天见。